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节目一开始带大家来关心离岛的医疗资源。台北1号大学奉献1号青年服务团连续3年，作为医护人员、营养师按多3人，只能一张医疗队去到澎湖义诊，除了澎湖本岛，还去到离岛的离岛。离马公厕所呢，有1点钟的蒙安乡将军村。将军人是5个联络社，唔靠观光。故说一般人对将军一只蔬菜如果上手哦，认真交通唔利便，导航也唔适合农作物生长。青菜水果爱天毛暗样，对于台湾运那到马公，个转运去到将军哦。故说也驾驶来贵1-2批，也因为安尼将军人贵少食青菜水果。45村无按好落实，贵多年路晒出去的，留下来的家家路系一代人系的老人家，人爽快只有去到导航嘅卫生室。洋葱路只有后送到马公，也算台版。不过交通唔利便，等上会误到治疗嘅黄金时间，甚至造成危险。但大家向下来关心澎湖一个草地卫所嘅医疗问题，也向下来认识一个义诊医疗队当中，伊得是去到印度、韩国西非做国际医疗志工嘅戴依林医生，对呀国际经验来看台湾嘅问题。某边某选嘅回口，说能建议日前就是前嘅拍摄龙法，离开了马公本岛，行向18回的安展嘅蒙安乡将军澳岛。回风吹地面后，热情嘅日头找到回面红景小小，相当表面嘅治疗团对推翻大量嘅治疗器材让民生物资。學生嘅地菜類菜嘅好長度，並能住上嘅體質下補充體力。一點鐘過後就看到一度會拍攝嘅副歌，點前嘅15歲就天幕黯然嘅貼片風情。小心啊，多一點人接，這個重。好了。日上都市，日沙穿上梁，很強烈導航嘅石頭拉古女仔，為咗石道是做3輛4連車嘅，除了2輛好高嘅海牙，就係2輛石頭拉古嚟。兩位嘅男動作清晰，男動動順，除了25歲嘅英雄中，動軍事唔強講。將軍澳島面積大約1.6平方公里，在蒙安島嘅5個之安泰，澳島派去整理10分鐘，出咗的離島之天。兩位民意是講講，導航嘅人大額落雪，不過生活困難，人就喺前度。雖然富士就前度沙，不過暫時巴朗沙大地倆，後生人喺那時掉30-10沙。澎湖當地啊，醫療環境很差，然後人口高齡化，青壯年人口外流，然後澎湖的醫療資源其實算是可以到嚴重不足的這個地步。將軍澳島是有一間衛生室，老蒙安島嘅衛生所總共2個醫生輪流看診，居民部平額是做得起衛生室。台北1號大學奉獻1號青年服務團提出企業做嚟治療處。無嚟政府醫院若是應用是領導，強下去澎湖醫診。學生嘅3%，還有政府醫院56%，除了地澎湖本島服務，下來到2站二級離島將軍澳島。學生嘅熱情老阿公阿婆上家門，先做基本嘅血壓、血糖、身高、體重、老師的量測量到，高組織整體嘅醫生就喺度完全嘅分析老檢查。來，你放平上哦。大部分係腸胃道嘅問題，還有關節嘅問題較多，因為那邊係做海的、跑海的人比較多。那
过去的在工作的时候比较劳累，那筋骨上会比较多的酸痛。治疗传媒发现，除了一般老人家还会抽到嘅3個之外，胖婦人是回山為主，還會出現痛苦。當長年嘅日頭，咪還會出現胖女種問題。所以貼片搶眼科醫生為出名研究。另外，其他拍嘅窗口咪當演出，都紅牙醫生只啲擺設了2日。治療除可能等等對推翻老牙口氣吹，再度兩類為村民服務。可能在離島部分這邊看到老人家，他可能吃東西，他們使用咀嚼的效率比較差，他們可能吃東西可能都會選擇比較軟的東西吃。那相對的，他們體型看起來是大部分都是比較瘦小，可能營養攝取的部分就比較有問題。阮以前嘛是有甲迄種政府也有爭取過吼，伊講阮遮人口較少，你要設遮醫學設備遮多吼，遮迄種金錢吼都會比較耗得很大這樣，因為健保費大家攏同款，啊是安尼阮遮迄種醫療設備啦，什麼都比人家比較不好。我哋俩先發覺都唔難了解導航嘅困難，譬如說平地導航看，不過平下處每次做得送到馬古也係台灣。衛生所看講啊，這人足嚴重啊，伊就甲你叫補七個，請船啊，叫補七個船啊，甲你載嘛講起哩啦。啊，毋過安尼載來載去是毋是足麻煩？啊，麻煩無法度，迄就是緊急的啊，迄就足嚴重的啊。將軍人會出島是做得20歲呢，不過人哋揸住標上呢係馬古，係講都到緊急情形會送出去，每時間為天時老師嘅誤導造成危險。像冬天吼，迄天氣風影足大的，啊你也要放送，迄船啊落來有時風足大，就無法度落來遮載人安尼。就算喺胖虎半島平清陰處，強人會送到推翻。強炸事件拿住炸治療分水，喺呼吸向而戰。呼吸係胖虎最大向，不過將權不上治療燃燒都喺馬公時，治療資源分配都唔準。在這裡診所就是相對的比較少，所以他們要就診就比較不方便。他們覺得其實自己身體很健康，然後不需要做檢查，然後但其實身體上是有很多的疾病問題的，對，然後就希望可以透過這些義診檢查，然後幫他們就是及早發現一些問題。上台灣本島，不過有些是伊迄款咧有迄直升機吼，直接免錢送過來，啊有時就愛家包機去，安尼。包機愛開偌濟錢？即陣講就10幾萬啊，精神啦、財力啦，攏愛損失真多啦，啊個攏就個當遐照顧吼，艱苦。平均1000個人就有1個醫生，在國外可能要好幾千甚至1萬人才能夠有1名醫生。但台灣醫生是夠，但是就是差在這個分配不均是一個最大的問題。但是點關心人，有年前可能點解應該疏行，下嚟自己後面嘅人盡歸付出很難到，還有後面早有意思，所以嘅天老先走治療之故。2008年，該兩是將大學3年世界紀，老家嘅同學向下去進土家人國搭做之故。2012年，還拿錯嚟32點鐘嘅飛機，去加去西非嘅布基納法索。它是我們的一個邦交國，面積有台灣7倍這麼大，那人口大概1600萬左右，所以是地廣人稀的地方。全國只有13條的柏油路，有一半的人是沒有念過書。但係點啲布基納法索就嚟扎冷嘢嘅衛生教育攞住了關費，包含教幾條牛鵝食牙齒，未到估計讓小朋友下拜訪，第45土安逸嘅素材窗外。大部分嘅人係住在沒有水、沒有電的土房子裡面，那所以他們的食衣住行非常的不便。那在那邊醫療的不發達，包括說牙膏、牙刷，很多人都沒有。那要刷牙就是用樹枝、樹葉去做清潔。年年唔同，但暗部本本嘅雕像，亦都是唔落東西，受力5公斤，各種困難，三冇大房幾間熱情。10年，佢主為嗰一擺去兩隻國家，2擺為留地嘅經驗。我這次就是利用外交替代役的機會，再去一次西非，我想要再為他們做一些事情。
该指点讲，在北京的发烧，举办沙长就是该治线，综合素材甚至连治线都冇。环境艰苦，贫富手账动态，连生存都难。还那唔是讲普遍出食材机，人民平均寿命长53岁。下台湾算地区评比，治疗技术60批项进步加动多，15类莎莎都有平等嘅治疗权利。为咗为提升离岛治疗水准，大部分离岛居民还能好嘅治疗服务，已经随住福建人放过提升自家嘅假期。后生儿在半年前就开始种钱种果子。虽然义诊没有办法有很多很健全的药品，或者是其他的很完整、很高级的那些医疗器材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发现一下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然后顺便给予卫教。安泰嘅发同中西，隨住熱推死食嘅冷氣，完全都唔係貪腐熱錢嘅熱頭。不過醫生看見看到韓流網絡未動急面，對村民嚟講，個可撇嘅醫生都比兩回，還能做得絕擺提數幾條解決移動問題。为咗確實做到全面性服務，除了年進站、治療處和心理教防組主動協助全面做頭，每次定年進站湊連等，佢哋實際去到村民屋下拜訪，發現村民生活環境、勞空權方面嘅問題。有人佇咧無？有人佇咧？歹勢，有人佇咧無？在輕鬆嘅大罪古過程當中，為村民嘅空權、勞融入情形留下記錄。你攏食濟？你食飽食一粒啦？食飽食一粒，啊，一工食幾粒？一粒食3頓。食3頓。早起天光吼，我來泡心臟的，甲泡藥糖阮的，都食啦，吼，無多樣食呀，啊，即晚食3位。關心一下他的身體健康狀況，然後順便記錄起來。那如果他來義診的話呢，義診站也可以看我們的記錄，然後就可以比較盡快了解說他的狀況是什麼，然後也比較能知道要幫助他什麼事情。大部分都是要麼就是沒有在吃，就是其實狀況不是很好，但是沒有在用吃藥控制，要麼就是看了很多醫生，然後拿很多藥。群眾嘅問題推翻未少，不過若是講呢度之前唔發達，村民提提冇正確嘅融入觀念。然後醫生按你跟我到家，可是他們不知道他們其實已經吃了一樣的東西。像光將軍這個地方，他們可能很多老人家住在離港比較遠的地方，可能連走到路口都不方便，他們也沒辦法，就是有問題的時候就會想到啊，我去問醫生，這個怎麼辦？這個村有些行動不便的老人，那可是他真的有一些迫切需要醫療的部分，那我們就會可能開車，可能騎機車，然後載他去義診站。那如果真的不方便移動的話，我們就是組一個醫生、藥師、牙醫師，然後組一個團體到他家裡做一個算是一個簡單的問診跟醫療服務。行同證件本治療處還能落實財體關懷，行路拜訪基同社區，就得發現還能到定義轉站看到因唔屬啲嘅個案。我甲你講，這內底有足儕物件，啊，毋過足簡單的3種物件愛記的，安尼就好。啊，這是細康市。為到外送服務，除了撇出大規模出處，治療處繼續召集福建人，大專業都會來到澎湖，對問題涵養出嘅個案做後續對象，未為了個案轉介本當地衛生所。不過村民還能希望做得住，還能到個醫生留地澎湖。咱這小村無總是無法度開診所啊，伊是袂生活啊，哎呀，啊，像講這咱有是希望講。有法度盡量台灣較好嘅醫生來甲咱醫咱就足歡喜嘅啦。世界網有一個好醫生，村民嘅眼望眼色就東南灣區，向樹嶺夫婦之間嘅都市人，可能都難想象，澎湖人為本醫生看要極困難咧，佢都甚至冇被重評嘅權利。回國提起做嘛總留唔係醫生，因為他們病人數沒有那麼多。然後，所以相對他們的成就感還是相關的部分，還有包括一些像一些大型儀器，他們每天要啟動的使用的經費，
然后可能会无法负荷那个保养费部分。包括公费生很多在这边工作满7年之后，他们就想要去本岛工作，因为收入比较大，希望可以补足当地的医院的医师，然后增加很多的医院的医师，然后还有让病人他们相信当地的医院。但强调深夜期养爬系统理想，提高补助增加知识，为善治疗设备，将会减少转诊后数，可续做到采体治疗，增加根本。只为看到死扰，但是點許多人途是非常危險，對安逸嘅國家減少生命嘅監督。只為看到不足，治療出許多力度，深入16集配個狀態，前設家嘅力量，用專業提供服務。冇事先嘅付出，自家就得到很多，才聽醫未取到當溫暖，還能記得未將嘅技術，攞安心送到大家需要嘅素材。